買樓送兩地牌啊！一出屋苑門口就係港澳直通巴士站，一站式直達返香港嘅東涌、荃灣、太子同埋澳門嘅新葡京嘅。首期2萬蚊起，2到4房都有，送埋全屋家私電器俾到你，而且樓下街鋪全部開晒業嘅。我哋即刻上去睇下。上到嚟實體樓啦，睇下呢個 view 掂唔掂先？有埋會所、泳池同埋球場，現樓現正喺翻實體樓，首期2萬蚊起就可以拎包入住咁樣嘅一套126方精裝大5+1房，南北對流㗎吓。嗱，門口喺呢度，門口出邊都係仲有驚喜喎。呢一間房就係加一嗰間房啦，都係贈送俾你嘅。入邊就5間房，嗱，感受下整體嘅一個空間。實用率100%嘅，而且全屋精裝修好俾到你，送埋家私電器俾你嘅，直接拎個行李箱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周邊配套5分鐘，山姆超市、華發商都係可以到噶啦。生活配套全部齊全，15分鐘到翻關口嘅。頭先樓下嗰度一出屋苑門口，港澳直通巴士直達翻香港嘅東涌、荃灣、太子同埋澳門嘅新葡京，一站式直達，唔使你煩。首期2萬蚊。